过来 PCB 大厂建国公司昨昏因股票暂停交易，下晡的时就召开重大信息的记者会，说明董事会决议，因讲伫11月2号开始，台湾厂要停止生产，订单要转去中国。啊，毋过嘛强调讲，虽然台湾厂的生产线要收起来，也毋过会继续接订单，业务会继续。啊，所以即届有可能会甲330个人是透露，剩80个员工。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了，员工都是很正常在上下班啊。彩币股票暂停交易一天，也是今年第2届停牌。印刷电脑帮 PCB 大厂建国伫新北树南的公司，货运快递人员照常出入。建国下晡就召开重大记者会，宣布要伫12月2号停止台湾厂的生产计划，甲订单转往子公司经络电子中国厂生产。其实建国今年8月就已经卖泰国厂8%的股权给中资。泰国厂因为我们处分掉，那台湾厂的话，这边我们就是把营收转给我们大陆厂做。我们明年预计合并营收应该还保有今年的7、8成。建国顶半年销售比例以记忆体模组帮电脑零件甲网通类产品占大面。疫情了后，整体消费性电子产业无景气，各因为原物料起价，台湾厂为2022年开始连续了3年，才决定停止台湾的生产线，是不得已的决定。结果今天停止交易，我们明天会开盘。那台湾会保留研发哦，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营业人员，也请银行界啊，还是说我们的供应商都要放心。建国是讲，组织调整过程会依法保障员工的权利。新北劳工局伫9月份就收到相关消息，目前请来员工包括外国籍移工103人，拢总有411人，一定会留差不多80人处理后续订单甲中国厂相关业务，实际资金的人数是330人。我们目前也都有一个窗口在跟这个公司这边保持联络，那后续也会辅导公司必须要以合于法令的方式来通报大量解雇。建国讲会照职业服务法列册通报主管机关办理大量解雇员工，资金通报日一定是10月7号，生效日第12月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